主爱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互阮做伙领受主你的话语，像你的话语，你圣神的开力，会当伫无共款的情景的中间，亲自对阮讲话。主求你采用你的罗卜所分享的，当超越阮的有限，人的不足，圣神亲自对阮补足。愿你甲阮同在。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日姊妹，咱伫这2个月来，陆续用一个大主题，叫做上帝国的经济学，甲咱来想，咱基督徒也好，一般的人也好，人生上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讲，咱要面对生命的这个征战的时阵呢，有人咧讲，咱的一生呢，上容易受影响的，就是金钱。咱的财务，基督徒嘛是同款，要生活伫这个社会，生活伫这个环境，咱要怎有主所予咱迄个属灵的知识来处理咱家己的钱财、财务的问题。这是生命成熟甲无成熟的关键。另外一个是对权力。对一个人的权力要安怎好好来处理，袂互权力来暗藏过咱的良知、甲咱的信仰，这些拢是足重要的。所以会当用4、5遍伫这个所在继续甲咱学习。今日我要讲的主题是叫做丰盛富足，承担使命。这是煞接10月下晡时阵，咱有讲迄个主题，但是因为时间无够。所以咱就讲前半段，毋过伫即个时阵，我要阁甲即个前半段了后，才会应该有诶即个提醒，阁做一遍，甲咱学习。咱的经节小等的下来，阁一遍来复习啦吼。咱要通过上帝国的经济学诶即个系列的信息，甲咱来三甲学习对咱生命真要紧的事。即个意思是讲，当你一个基督徒徛伫这个社会，你安怎用上帝的原则来处理这个上世俗的事？金钱，若是你会当对这个所在领受到智慧甲开力，你的一生就要行伫幸福的道路。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应允，毋是人家己的办法。所以咱要学习是讲提醒就对啦吼。上帝国的经济学有真侪项重要的原则，也是过去4、5遍牧师伫台顶甲咱三个学习的。咱若了解到这个原则，咱就较袂去误解吼。讲一般咱伫社会所讲的有钱啦、好嘢啦、有钱有势啦，吼，即款的意思，甲圣经所讲的丰盛有啥物差别？吼，这是咱特别要提醒咱的兄弟姊妹。咱这个原则，第一个，丰盛富足，听起来可能足粗俗，但是请会记咧，丰盛富足是上帝的本质甲本意。咱假使若毋是领受到这个丰盛甲富足，你就无法度人看到这个大自然是遐尼旺盛啦，遐尼水，遐尼多元。所以呢，大自然的生命的多样化，这就是上帝的本质，伊创造的丰盛。所以请毋通讲，哎哟，这个安尼平素无味啦，真单调啦，这毋是上帝的本质。所以咱足爱看迄个国家地理频道，吼，爱看这 Discovery， 看见讲迄个奇妙上帝创造的万物，实在是超过咱会通理解。科学家现在还阁咧继续发现新的物种，是安怎？因为上帝的本质，伊的创造就是丰盛，这是生命多样化的见证。这大自然充满着各方面的变化，所以这个是第一项原则。第二个原则，伫基督徒所看见圣经的教示，丰盛毋是抢夺。咱看见8点档内底。
哇，迄个好野人啊，争来争去，冤家娘济，要抢夺伊的股份，要伫遐甲我的对手拍倒，我要独一家，毋是基督徒的讲法。即款的有钱甲好业，毋是基督徒所理解的。所以基督徒的丰盛，毋是用抢夺的，也毋是我家己塞车，干那阮兜好，恁兜散车食番薯参汤，嘛毋是即个意思。佫毋是夸耀。毋是讲阮兜好业安尼足威风的，要互人欣羡，这拢毋是。基督徒的丰盛是无贪、无毁坏、无偷取。所以甚至咱嘛咧讲，假使你的金钱的丰盛是用无正当的方法摕来，这毋是上帝所爱。所以咱就真清楚，上帝所予咱的丰盛，毋是对你私心，毋是对家己迄款。偷甲抢，这也是咱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是丰盛富足，甲即个世俗世，甲第二个有点仔关系吼。甲即个俗世负面的兴旺无相共。对咱讲，毋是抢夺，毋是夸耀嘛。但共款意思，就是伫基督徒所认捌的丰盛富足，毋是所谓迄个财大气粗啦吼，毋是车花啦。嘛，毋是浪费就对啦，吼！你食一顿鱼翅宴，安尼10几万咧开，行入一个高级的餐厅，几十万咧开，这个毋是基督徒所赞成的，毋是伫遐咧展示你有偌大的财力，所以这个俗世上的迄个兴旺是无相像的。第四项，基督徒的丰盛富足。是带着神圣的使命，这今日咱要领受的主题。上帝予你丰盛吼，毋是头前遐个俗世，也是私人的。上帝因为予你丰盛是带有神圣的使命，因为你爱有慷慨施舍的能力。换句话来讲，这个基督徒若是安尼财务真好，毋捌看到伊关心送向人。毋捌看到伊赞助这社会福利，就敢若引导好康，互人欣羡，请会记哩，伊毋是基督徒的表现。所以基督徒的丰盛，你本来就带着使命的，这是对圣经、对阿伯拉罕受调，就是安尼啊。无咧时代变化，就无共款。所以对着这4项的原则，你后壁所领受牧师所分享，你就袂搁去误解吼。咱要煞接顶厝，应该是10月13，因为咱10月份有真侪特别的主日，所以牧师就跳过就对啦吼。咱搁复习头前咱讲的几则经节，来煞接拄则头前迄4个最重要的原则啊吼。第一，咱因为主耶稣的恩典才有富足，是耶稣的牺牲，耶稣的施舍，耶稣的。将伊家己的性命来拼命付出，咱才得到。所以哥林多后书8章80到90讲，我安尼讲，毋是咧命令，是爱恁知别人热心咧帮助人，来考验你的疼心是毋是真的。意思是保罗甲哥林多教会讲吼，我甲恁讲这个吼，毋是咧安尼命令啦，无事讨事啦，是我要互人。别人的热心的赞助也刺激到恁的疼心就对啦。别人有这款的疼心，恁基督徒更较着爱。伊讲是安怎？理由是安怎？别人热心的赞助，啥我都爱，因为伊用耶稣做例。恁知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伊虽然富足，毋过为着恁真做善车，是要互恁因为伊的善车真做富足。这句话是基督徒。对财富的管理的一个经典就对。耶稣伊是富足的，请记得，耶稣本身是丰盛的，因为咱都讲上帝的丰盛是伊的本质嘛。耶稣丰盛，但是伊愿意付出，为着咱真做善车，要互咱真做富足。所以这富足是带有上帝应允甲代价，毋是无缘无故来得到的。互咱真做富足。是要做啥路用？是为着什么？当然，毋是拄则我讲遐原则讲，
为着世间的邪淫，为着世间的邪气，为着世间的偏碰，是为着带着神圣的任务。过来，咱若既然看到安尼，就知影咱顶届所看的经节，因为耶稣有丰盛，然后因为富足，你就有行好的能力。你的富足是带着使命要做好，要帮助遐个社会有拄着软弱软者的，无够个。跟着《何书9章10节到11节讲，供给种子互野种的，佮赏赐食物互人食，迄位上帝。你看，供给种子，佮赏赐食物，伊讲将需要的种子供给互恁，互恁种子哪做？表示上帝若照伊的本性是要互你丰盛，讲。互仁义的果子丰收，所以迄个丰盛毋是单纯的金钱啦，毋是单纯的财物尔啦，是你包括仁义疼心的果子也丰盛。伊讲，伊会互恁事事富足。即句话是开头先讲哈。啊，事事富足要创啥？讲通随时慷慨施舍。啊，所以咱看见一个社会行向一个安尼健康福利的社会，迄是一个政治的制度。事实是半用经济，叫你都爱纳税金，啊来慷慨施舍，因为有一寡人伊困难，啊所以透过政府的制度，互一寡艰苦人会当得到照顾。咱本来就是咧施舍，你敢知？因为你咧纳钱，你咧纳税金，就是咧做施舍。但是基督徒是讲爱你愿意啦，你同意你互抽税，你有时嘛会毋甘愿啊。但是基督徒是超过这的，超过社会经济制度。伊讲你富足，上帝要互你富足，是要互你随时哦，毋是想到啦讲哦，是随时有气力，因为你有能力嘛，上帝互你富足嘛，你丰盛你就有迄个气力嘛。啊，讲互真侪人通过接到你的礼物来感谢上帝。咱有看见啊，迄个初代教会吼，初代教会咱看见《使徒行传》头前迄几章啊，伊咧讲起着这基督徒因伫厝内啊来擘饼啊来互相啊分享啊互相相听，讲一直得到众人的欢喜啦，众人的欢喜啊讲。会友就愈增加，基督徒愈增加，因为看见因即款的疼心。啊，讲即个所在嘛，共款的意思是，因为你有气力通慷慨施舍，啊，然后别人因为安尼讲接到恁的礼物，恁的关怀甲疼施舍，互人来感谢上帝，伊会因为安尼来对上帝认捌。啊，所以我煞接顶摆咱所学的经节。既然也是安尼，共款类似的经节是讲，基督徒爱伫富足的顶面吼，是伫好事来富足。你行好事施舍，就是好事富足。啊，共款伫提摩太前书6章17节到19节，伊佫讲佫较坦白啦吼，讲对遐个金世好业的人，吼，伊讲金世好业，安尼表示什么意思？迄是干拿金钱啦，听，金世好业，啊后来就无好业。伊讲，恁着吩咐因毋通骄傲，毋通将因的五万放伫未瓦扣伫的财物。啊，所以基督徒所认捌的财富，所认捌的丰盛，用一句话，你就让产生一个真明显的对比。若是人只敢瓦扣金世好业，瓦扣我银行内底的数字，安尼你就是瓦扣啊，即个未瓦扣伫的财物啊，因为迄个随时会消失。10年前发生的这个世界经济大风暴，真侪人一暝中间财产拢空空，啊，佫负债，有诶倒走，是安怎？这就叫做金世的财富嘛，为瓦靠伫咧财物嘛。啊，保罗提醒讲，着瓦靠将万物丰丰富富，互咱逐个人享受的上帝。你是要瓦靠金世，袂瓦靠伫咧财物呢？啊，是要瓦靠万事丰盛互你的上帝？啊，这两项的对比，就是基督徒上大的精神。
因为咱活伫即个俗世的世界，你会受到世界的价值观，受到咱一般社会电视啦、新闻啦、媒体讲的，你有法度能够控制着即款的贪心，也是讲控制着即款的即个俗世的倚靠，你通倚靠即位丰丰富富的上帝。然后18节讲，着吩咐因什么做好事，做较侪好事，慷慨施舍，甲人分享。你若是对头前讲到这，咱一个足清楚的答案。上帝本来就丰盛的，伊也要互你丰盛，但是丰盛带来条件是，你毋是丰盛独享，你是丰盛要分享，你是丰盛要施舍，你是丰盛要来传福音。为主来做工，这个就是基督徒上重要的迄个财务的原则。伊讲安尼做是，得为着家己的将来起造坚固的地基，确保真正的活命。换一句来讲，兄弟姊妹，你家世真好，财务真丰盛，你会晓照圣经的教示去施舍。去关怀，伫好事来丰富，这个毋是只干那在世间的得到，是讲你也共款伫这个事有坚固的地基，而且你是确保真正的活命。真正的活命就是毋是物质的活命，毋是肉体的活命，是一个真正圣神所带来迄个完全一个新的生命。咱拄则有读过一段经节。讲你会想讲，牧师哪会读这段纳税予该撒的教示是咧讲啥货安尼？这互我有一个领受啦吼。这个圣经安怎讲呢？讲有一群人，就是这个法利赛派的人吼，甲希律党就是遐专门咧甲耶稣作对的吼。因去找耶稣要试探伊啦，用话病要来甲伊害啊吼。14节讲。伊就去甲耶稣讲：老师啊，阮知影你足诚实，吼什么款人你拢对待伊拢无差别，你拢真重视咧教示上帝话，但先甲耶稣捧足悬，甲学落啊，吼，但是内面插着刀啦，内面插着针啦，来刀举出来啊！讲安尼纳税互罗马皇帝该撒有法合律法无安尼？阮着纳税毋免。咱听你即位知影讲，你早经知影讲，耶稣的时代是一个罗马皇帝殖民的时代。有点譬如讲，亲像早时，即个日本政府来甲咱管理。所以有真侪法律，你无遵守，根本行袂通啦。特别呢，伫当时罗马时代，咱看见耶稣是安会去甲撒该传福音对无？因为撒该就是咧冒税，因税务无像现在制度电脑遐方便，所以就甲即地区的收税去冒，咱只冒就是讲互标就对啦，互一个地方的安尼有力的人士甲标去伊负责收，所以有时收拢超过百姓负担就对啦。所以因才来问耶稣讲：安尼咱敢独立？哇，这是一个两面来的剑，要害耶稣。所以耶稣讲，看出因的诡计，就甲因讲：是安怎要甲我试探啊？摕一个银币互我试看嘛，我看嘛呢？伊先用伊实物讲，你甲钱摕出来看嘛。讲因就摕一个银币来，耶稣问因：这是什么人的像？什么人的字号呢？因讲撒该撒的。这个钱是该撒发行的嘛？钱是该撒所来伫迄个所在来管理的嘛？所以伊问一句话，大家因先应，毋是耶稣应。讲这属什么人？该撒的。耶稣就甲因讲：该撒的物互该撒，上帝的物互上帝。因对耶稣感觉真着惊。耶稣用一句话，甲一群歹人来赶倒转去，免动刀动枪，拢毋免。因为因知影因家己无法度人好用遐个话病来害着耶稣。那纳税互该撒，到底互咱什么款的核心的启示呢？咱拄则有讲到遮嘛讲犹太人设一个领袖设一个计要来害耶稣。
罗马皇帝该撒纳税是毋是违背犹太法、犹太律法？吼，因就是咧想着这个事啦。耶稣就典示这罗马的这个银币。耶稣因讲，该撒的物件互该撒，上帝的物件互上帝。这我有一个深深的提醒，讲纳税延伸的这个意思。主耶稣有指出什么？主耶稣指出着迄个属灵甲属世的境界甲差异啦。这犹太人领袖要试探耶稣，是要互伊若讲出讲我著上帝遮来，所以你敢若纳互上帝就好，就含着伊属世的条件啦。但是耶稣真清楚甲伊讲，你伫即个世间就照即个世间的法度来行，但是你是上帝的百姓，你也就伫上帝内面领受即款的祝福。即两项是无冲突的。属世的钱财，虚夸无可靠。咱拢知影讲纳税是国民的义务啦。拄则咱讲有的北欧真侪福利的国家，因纳税是足重的，所得税30%-40%呢。我赚的100块，30-40块交互政府。所以因的福利足好，就是因的百姓甘愿啊。伊讲我好亲像钱寄互一个大头家，伊就负责甲我照顾啊。我较袂乌白开啊，安尼嘛有理咧。伊就惯死即个制度。但拢知影，迄个税若伤重，就会伤着百姓。你毋知影伫法国即2年来有一款即个拜六礼拜就出来咧游行的即百姓。应该是穿黄衫的款，香港是穿乌的啦法国是穿黄衫军。伊是要抗议呢，因为即个法国的总统因甲因的遐个车的迄个所以讲燃料税啦即款车辆的税提悬，要收钱，要抵抗遮个污染。法国有真侪较属伫乡间，也是南部遐个人是靠遮个车辆咧趁钱。你甲我收关税我都挡袂牢，我都无法度人过日啦。所以就大家拢来抗议，因为遐有真侪移民啦，较实属伫迄个较毋是原来法国的本地人。所以一直抗争，所以因为税一个抽高，就人开始咧抗议啊。咱台湾嘛足侪为着钱财务的代志，定来有人咧游行，敢毋是？但即个互咱有一个想法，就是讲，咱纳钱纳税，互政府，你落地就空对毋对？你落地就减嘛，你纳愈多就愈减嘛。所以我都会去抗争嘛。但是一项关键有人是讲我奉献嘛是得减咧，我奉献互上帝，敢毋是要纳税？毋是，这就是耶稣讲即段譬如上重要的真理啦。因为伊讲奉献祖先是安那，是借钱互上帝，毋是真像政府甲你安尼讲，像压榨甲你扣遐税金去，互你歹生活，是甘心乐意，因为你是凭着上帝互你的迄个受托的能力。这就是我看见耶稣咧讲纳税这个譬如内底上重要的差别。意思是讲，纳钱互政府，你就落地就较空啦。但是奉献做祖先，上帝袂亏待你，因为上帝是甲你借钱尔，会阁行你。过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安怎教导？哥林多后书9章70到90讲，所以大人就照家己所决定的来献。伊讲照决定对无？你政府要甲你抽，你讲我决定要纳安尼就好，敢袂使？有时牧师咧报税时阵较无迄头脑，报，伊阁甲伊寄张单讲你纳了无够啦，都去纳呢。但是保罗讲要奉献上帝是你家己决定，安尼甲纳税就无共款啊。第二，毋通毋甘，也毋通勉强，因为上帝疼欢喜奉献的人。所以这就是纳税互该撒甲上帝差别伫遮。那第8节讲，上帝将逐项恩典丰丰富富赐福互恁，
毋但家己逐项教业，阁会当做逐项的好事。丰富你有教业，附带你会做好事。讲照圣经所记载，伊慷慨真济善车人，伊的好行为煞到永远。所以这个话语，这个经节，一节一节一直在甲你讲，这个伫主内面的丰盛是带着任务的，是带着祝福的，是带着你家己有充足，阁有开得通帮助人的。这个基督徒伫主内面丰盛的上福气的这个部分。咱煞接10月13分享的信息，我用标题，互咱阁做一点仔学习，因为我要讲后壁段。第一，财务丰盛是上帝命定，咱拄则已经复习过几啊摆。第一项，一切财务是上帝所赏赐。第二，上帝定义，伊是本意就对啦，伊要互咱得到丰盛。第三，一切所需要的拢充足，就是丰盛。你无欠，比你有偌济较要紧。有的人有足多啊，但是伊也咧欠啊，伊就是无丰盛啦。过来，第二个阶段，第二个段落就是讲。你财务无受祝福的原因，你就爱赌气就对啦。你无受祝福是安怎？我基督徒定来祈祷是安怎？有哪无够？会欠过，你有犯着这个毛病无啦？第一项，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第二，因你用着私欲来追求钱财；第三，你用不当的手段来得到财利；第四，你凊彩浪费，黑白开黑白花；第五。你过度为着明仔载来忧虑，这是咱顶一次迄标题，咱有附着经节，会当去做复习啦吼。所以下半段咱要分享的是讲，你会晓做上帝财务的好管家，财务的好管家，因为上帝所予你的拢是委托你的。第一，上帝才是咱财务真正的主人。历代志录上卷29章16节，耶和华我的上帝啊！阮备办这的侪材料，要为着你的性命起你的殿，拢是对你来，也拢是你的。耶和华，阮准备这的，阮奉献遐尼多，款遐多物，毋是阮搞，是上帝你予我。请会记哩，咱富强教会10几大前开始要起礼拜堂。你若应对这则经节，你就知影讲，大必须作为祈祷。第二，超过生活所需要的财物，拢是上帝的托管。意思是讲，我有基本的，这是我应该得到的。但是你有较多嘛，你有充足嘛，你有剩嘛，请会记你，这是上帝交代你管理的。你的观念若是安尼，你就袂感觉讲，哇，一切拢是我的。哥林多后书9章10节到11节，拄则咱有学习啦吼，就是讲，咱人看到11节讲，以为互恁事事富足，随时慷慨施舍，这是就是要互你超过你所得到的，这个是要互你做好事，吼，这是上帝交代你做的就对啦，寄伫你遮的就对啦吼。第三，爱诚做忠心搁良善的管理者。咱之前已经有伫第2讲的时阵讲到，讲咱是上帝的管家，是上帝所交托你的。这经节咱会当做学习。马太25章21节，咱有讲到主人甲即个罗卜讲：你既然伫少的有忠实，我要派你管较济。你少的忠实，上帝互你较济嘛，因为你会晓管理嘛。我领着5000，我搁趁5000嘛。所以即个就是。咱所讲的上帝，互你有迄个管理的能力，你因为尽忠，所以你能管较济。这也是咱基督徒，你要财务丰盛，毋是干那甲上帝讨，你根本都无要照上帝话来行，其实干那怨叹，讲别人比我好，你都无照安尼行嘛。圣经甲你安尼讲，你就照安尼行，你无安尼，当然你会怨叹。所以既然咱若是安尼。咱照上帝旨意要管理财务，有几项的任务，咱头前拢有捌提起，搁做一个整理就对啦吼。第一，你有欢喜甘心乐意来奉献无？咱伫教会内
咱伫第二讲的时阵讲到，讲11奉献是一个神秘佮应允的数字啦。啊，你有迄个气力通做这个无？你若是照上帝的教示来行，你根本就是有丰盛有春嘛。你哪会无气力通做11奉献呢？马拉基书3章10节，咱所识的经节讲，万军的耶和华讲，你着用10分的1分完全送入府库，互我的厝有美粮，用这个来试我，看我果然甲恁开天的窗啊，变福气互恁，到无地通下无。这是上帝一个。甲咱对赌就对啦，要甲咱真正面对面来讲，你试看嘛来个，啊你敢试无？因为你有领受这个福分嘛，你有领受这个祝福，咱对少会生气啊。你行到遮的时阵，你会发现讲，哎，迄个丰盛是上帝的恩典，毋是我有外交。第二，为着上帝的国度需要来奉献。箴言3章9節講，着用你的財物甲一切偷水的土產來獻予上主。財物啊，佮偷水，偷水就是講初生就對，咱果子啊生發出來，啊我的羊啊頭生頭一隻，頭上啊，這攏是上帝所祝福的。啊，咱教會呢，對2當前完成這個建堂的奉獻了。咱把这个建堂的奉献的气力转型做甚物？转型做为着福音，就是上帝国度。为着福音啊，咱的福音事工来做奉献。咱嘛为着咱的门徒操练来奉献。互你有一个安尼真清楚的目标，讲我奉献这个钱是带来福音的进步，我带来门徒的操练。啊，你这个钱项是上帝所下用的。过来。类似啦吼，祖先的工作，你乐善好施。拄则咱看到提摩太6章18節，講吩咐因做好事啊，伫較濟好事慷慨施捨，甲人分享啊。佮另外一項，咱定來用一句話做標語啦。使徒行傳20章30、50節講，逐項事我攏有做互恁看，愛恁一定着拍拼做工來幫助軟弱的人。就記得主耶穌家己所講的話，講什麼？予人的比領受的較有福氣，予人的比領受的較有福氣。你是要真做有氣力通幫助別人的，還是你是一個手春長長咧甲人討的？你愛要倒一項？這是聖經予咱一個真重要的原則。咱若是較慣勢讀和合本，就是講施比受。啊那更有福，施比受更有福。过来，咱的財務無管你是咧做什麼事業，吼，你是公司的頭家，還是你做一個小小的職員，攏都愛學習用主做中心來做財務規劃。你要先想講，上帝啊，你互我做這個工課，你互我做這個事業，你互我做這個專業的一個人士，啊，我得到這個財務。你若要用上帝所予你做中心，你所做的上帝就會祝福。伊講箴言21章50講，人斟酌計劃會富足，無幫做代志一定會衝動啦，衝動來做代志一定會抵到欠過。哦，你有斟酌有計劃啊，因為你豐盛啊，你袂曉用嘛是真麻煩呢。你講我要真濟送向人，啊要做施捨，啊你袂曉計劃嘛毋對啊。啊，所以你看見世界出名的這個大富嘅人比如比爾蓋茨，啊，因成立一個世界上大上有錢嘅基金會，伊專門咧做好事。伊為着非洲要消除遐個網蟲引起嘅迄個瘧疾，伊毋知用偌濟錢去研究講要哪互這個非洲嘅人，莫互網叮着啊，拄着迄款嘅病。因所做嘅是即款安尼。超過政府做會到的，伊就是有咧計劃啊。因為伊存的遐錢對伊來講無啥物意義啊，但是伊做伫遮，伊感覺哇，心內就豐盛就對啦。佇好事頂面富足，啊，甲巴菲特兩個人所存的錢比足儕國家的總國家的預算更加濟。過來，相信上帝為着咱的人生來負責，因為你家己有即款的氣力來做工了後，你知影講我一生都是上帝。要甲我負責，要甲我包辦就對啦。啊，你就心袂驚嚇，
因为你唔惊讲我付出啊无回收啊，上帝为着你负责啊。希伯来书13章第5节讲，唔通贪财，家己所有的就知足，因为上帝有讲，我也袂离开你，嘛袂放杀你。啊，这是上帝真宝贵的应允。所以，咱既然也是上帝的听的内面，伫主的恩典的内面，第一，因为你有照上帝的原则，有照圣经的教示咧做，你先得到丰盛。这个丰盛是上帝的应允，然后因为你有丰盛，你就有快乐。因为咱当人若无财务压力的时阵哦，你安怎？你会想讲，我敢有啥物代志通我做啊？你袂去做歹事啦，你会想要做一寡好事，互你的心也充足。你若无丰盛吼，你欠都无够啊，哪有可能搁开咧？这是咱一个基督徒上重要的事。咱伫最后要来学习讲，财务蒙福，你就是咧见证上帝的恩典。所以牧师要祝福咱所有伫遮参加礼拜的兄弟姊妹，每一个富强人，咱有领受对进前咱即个上帝国经济学内面所学习到的足宝贵的信息。第一，你因为主先救助有带来丰盛的生命，你欢喜主先欢喜救助，因为你有钱通借予耶和华，这是第一个祝福。第二个祝福，人人拢装备着管家受托的能力，这是第二讲。因为你有管理上帝所托付的钱财甲智慧能力，你会感觉讲安尼游刃有余就对啦。我感觉轻松过日，因为我无欠，而且佫有快乐通帮助别人。基督徒敢毋是要得到即款的生活甲生命吗？第三，人人领受着11奉献，迄个秘诀，因为神圣蒙福的奥秘甲恩典，拢藏伫这项书顶面。我会记伫咧讲即讲的时阵，我有讲一个重要的点，就是你到底用你即个11来领上帝的10倍，你买无啦？安尼，你到底是要1万献1000，还是要100万来献10万？你较爱倒做？你1万献1000是剩9000尔，敢毋是？你100万献10万，你还佫有90万？你是爱90万，还是要9000？这是上咱奉献的一个足奥秘的数字。人即个决歹决啊，歹过后，你都爱家己去经历。第四项，人人领受着对送香到富足的灵，你有领受即个财富蒙福的秘诀。第五，咱每一个富强人拢领受着丰盛富足，你有承担着即款的使命。最后我要来甲咱三甲勉励学习的是。昨昏拄好有高雄的一间民族教会，伊都要来观摩咱教会建堂啦，来甲咱参观，若伫遮开会，咱有请硕龙长老佮信雄长老来现身说法，来甲因做讲解。我就听到安尼真大的一个学习，讲上帝足奇妙。牧师今仔日要分享即个主题，拄好上帝国的经济学。上水上好的见证，就是咱富强教会建堂。硕龙长老咧讲这个事，我有甲调这个资料出来，讲咱教会伫2005年14当前，咱开始和会决定要起礼拜堂。迄年咱教会的经费偌济？咱欠的基金179万。咱教会经常费到历年所累积存484万，差不多600万就讲落地啊，存的钱是600几万。但是咱要起一间几若千万的礼拜堂，到2年前，咱2017年的咱的这个感恩节，咱最后奉献了，佫有剩，咱拢总所开的。咱的礼拜堂的起造，甲头前迄间教育中心所有的开销是9066万。若是卡出咱教会是一个个体，你就知影讲，上帝安怎互你对600万变9000几万？而且这个钱毋是对外口无来，是咱家己兄弟姊妹摕出来。咁要讲一句较特别的是讲，兄弟姊妹，这9000几万伫教会拢甲开了啊，你有较善无？上帝互你欠着无？
啊，若无即13.5倍是安怎来？13.5倍是安怎来？敢毋是上帝互你丰盛才有亏咱吗？啊，无你身躯无钱，哪有可能献遐尼济？咱最后是开9066万，这全部的经费拢是对咱的会友所奉献。只有小可咱用以卖卖菜头卖这跳蚤市场。啊，这就是一个活我的见证。咱遐尼即位每一个人都在经历啊。那对你建堂，你感觉对上帝还无信心吗？虽然当时大家甲咱笑讲你几百万啊，就要起一间礼拜堂，中会足侪人看不看好就对啦。啊，既然这个见证伫咱身躯，啊，你对上帝所予你的上帝国的经济学还佫有疑问吗？啊，这是索隆长老昨列出来表，逐年的数字，建筑经费安怎使用？到最后是9,066,2799块。安尼即位，最后佫复习咱教会这个主题。牧师的即个办公室有一张咱较早迄个毛笔的条幅伊叫做富强的教会，丰盛的生命。假使若是对圣经的教示你无理解，可能你嘛是未理解，是咱叫做富强教会。啊，这是迄个条幅，咱书画家甲咱写的。富强的教会，丰盛的生命，意思是啥物？毋是口号，是真真正正伫咱教会一直咧发生的新约。啊，你若领受即个，你也伫新约中，你也经历着上帝的丰富，你也经历着因为欢喜奉献，带来13倍上帝互咱起一间礼拜堂。啊，咁起礼拜堂煞，代志就无啊吗？毋是，上帝要互你更较丰盛，是因为即个是上帝所互咱的见证。即两日呢，有看到一个新闻啦，虽然甲这无啥直接关系，毋过真趣味。咱知影有一个基督徒的导演，一个导演就是咧《海角7号》的导演，伊伫11月初1，2日前有甲咱市政府黄伟哲市长签一个约，一个开发约啦，要用几百亿，要伫迄个乌树林，伫后壁乡遐。重新做一个咱台南府城、咱台南安平，这个热兰遮城啦、赤坎楼，要甲1:1的比例，甲起一个新的伫遐，准备要拍电影。拍电影了后呢，要成做像咱的迄个迪士尼乐园安尼也是亲像咱迄个环球影城有无？伊甲伊拍片的设施就变做电视啦，逐日甲你放电影，伊要拍三部片。有一个系列，对什么时候开始？对1624年，1624年，过5年后就400年的历史，就是对荷兰人来到咱台湾。我趣味的是，伊是一个基督徒，魏德胜，伊号的大主题叫做“丰盛之地”，丰盛之地，就是互咱台南，毋但是有。对荷兰带来迄个国际的新的迄个开发，伊搁咧讲着讲，当时有基督徒、有牧师、有宣教师来传福音。昨昏咱有几个兄弟去到佐敦教会参加西拉雅族，得到福音392年，392年。意思讲，咱的祖先392年前就得到福音啊，所以魏德胜伊是台南人，伊把这个故事编入去一个大历史内底，然后用荷兰人的角度，用汉人对中国来的角度，用原住民西拉雅族家己的角度来看400年前这个故事。我相信，伊讲丰盛之地，毋是无原因的。像这位期待，咱通过这个教导理，学习这个经节。你毋是干那知尔定，是你要真正去实行，是应允上帝所予你应允。你去成就上帝所予你丰盛的应允，因为上帝带着这款的使命伫你的身上。愿咱每一个富强人，真正
拢参与伫即个富强的教会、丰盛的生命的即个大使命旨意的中间。咱要为着这事，咱三甲要来吟首诗歌来做祈祷。咱要来吟一首圣诗，圣诗是379首。愿我为哪听你，我主基督。咱要吟第1节甲第2节就好。一个吟。我为哪听你，我主基督，为了基督谦卑，求你守候，我心恳求无你。那古为那听你，为那听你，为那听你。第2节，在我去掉世间，安乐得意。当我愿帮大行，专心垂怜，敬谢基督无你，那古为那听你，为那听你。为那听你，今日姊妹，我要召咱伫主的面前来回应主的呼召。咱甲主讲：主啊，丰盛富足是上帝的应允，求你互我愿意照你的教示、照你的原则来进行，互我毋但是领受着丰盛有春，而且我有气力。通照你的交代使命来尽责、来奉献、来帮助人，为着国度的福音来打拼。人人拢有这个气力，无论你多也少，上帝要亲自应允予你。第二，咱为着咱家己伫教会的使命，咱的教会事工，咱伫11月份有真侪福音的事工伫收割，才会得到灵魂。即个福音事工，关主亲自甲咱成就，互咱的教会兄弟姊妹，咱伫领受富足的中间，为主做更较大国度的扩阔的福音。咱为着这事同心来祈祷。主啊，主，阮上帝感谢你恩待甲保守，哈利路亚，感谢你伫阮中间做工，帮助阮伫主面前领受即个丰盛的应允。阮即个应允为着要为主见证，为着做主好的工，为着主的国度福音，为着主先来做开力。愿你赏赐即款的能力甲信心，互阮照你的教示、照你的原则来进行，阮就要领受更大属灵的权力甲开力。阮就教会11月开始有真侪重要福音事工，有这演习的事工，有引出人归主的事工，求你亲自甲阮应允甲保守，感谢你。第二项，兄弟姊妹，咱为着家己伫主的面前领受着祝福来祈祷。有5项的祝福，为着你的家庭，为着家己来祈祷。第一，有健康勇健的身体；第二，咱有丰盛事业甲学业；第三，咱有一个喜乐的心，逐日享受着恩典；第四，我甲人相处有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第5项祝福就是互我伫灵性、生命、信仰会得到忠贞，熬服侍主。感谢你袂记宣布，你有感动着，为着这事，为着你家己，为着你的家庭。中间咱有病痛的兄弟姊妹，咱求主亲自赐落医治，为着咱的亲人有病痛中的，有伫病院咧接受这个照顾的。也是咱所认捌兄弟姊妹有健康需要有带倒的，咱为着因来做祈祷，咱开声为着这事来祈祷。
主啊，上帝感谢你恩待甲保守，我奉你的名来祝福，我每一个兄弟姊妹，大家能领受你5项的祝福。主啊，阮领受到健康勇健的身体，阮领受到丰盛的事业，以及阮的这个财务，还有阮这个工作，以及阮的学业，为着阮有得到一个喜乐的心，有好的安眠，有好的快乐的心，伫读这个时间。求你帮助，互阮有好的人际关系，甲人相处，大家相听，彼此领受着祝福。伫教会、伫家庭、伫阮的社会中间，感谢主，求你帮助，互阮伫信仰顶面热心来追求，互阮知影你的教示是伫阮生命中、伫阮的生活中要显露出来，要印证出来，帮助阮信仰是毋是知识的了解，是真正甲主相结连的。感谢罗你。主，我的上帝，奉你的名来祝福，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大家有领受上帝圣经的教示的，拢真正成就上帝伫阮身上迄个丰盛的生命。这个丰富富足是带有上帝应允，而且带有上帝使命。愿主你互阮每一个富强教会兄弟姊妹，拢领受到这款的权柄，领受到上帝这款的恩典。主求你保守，互阮伫生活中处处拢见证着上帝这款的应允。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